由经济部甲地方政府做伙规划台湾设计展的，今年是要伫中华来举办。展期是对10月初10开始，一直到10月26，预计会伫个4个乡镇规划3个展区，这也是目前为止规模上界大的台湾设计展。学生囡仔用舞蹈表现中华多元的信仰文化，佮有参与花草产业，侪侪代表中华元素。2005年台湾设计展要伫中华举办，官府拜三办记者会，预告这边的台湾设计展是目前为止规模上大的，要互民众用不同角度熟悉中华。那彰化呢，不仅我们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，而且拥有完整的产业链，从农业、制造业，还有我们新兴科技。透过设计，不止更有灵魂，而且能够让品牌说出自己的一个故事。中华县政府表示，这届设计展的主题是中华行，利用设计整合加相关改造，呈现出中华的信仰工艺、食食文化、产业现场等等多元的发展过程。面对这场全国性的活动，有民众表示真期待，但嘛烦恼交通的问题。彰化很难得会出现就所谓的台湾的设计展，我觉得来说会很刺激在现在的彰化的观光的部分上。到时候的人流或车流其实都会蛮大的，但当然还是希望就是政府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人流啊，或者是车流的交通管理这样。这届设计展，县府规划3个展区，分别是中华展区、鹿港展区，佮有伫参与展中的中南展区。面对头摆下乡镇举办台湾设计展，民众认为，若交通规划无完善，毋若够塞车，嘛影响看展览的意愿。时到要安怎整合交通路线，所得民众等大众运输的时间，对县府嘛是一个考验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